08年係考驗香港人信心嘅一年，有益嘅食品成為毒藥，影響最無辜嘅嬰兒。旅遊勝地對外封鎖，香港人求救無門。金融海嘯、倒閉、裁員接踵而嚟，香港人前路茫茫。非常失望，對銀行我係冇晒信心咯。喂，銀行從來冇呃人嘅喎，係而家啲銀行先呃人嘅喎。錢慳白啦，俾佢攞晒，俾佢呃晒，係咪呃晒？中環，香港嘅華爾街，每日上落過千萬億。08年金融海嘯亦打擊呢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除咗蒸發咗唔少財產，更開始動搖香港人對銀行嘅信心。我放啲錢喺銀行，以為做定期，收翻少少息。原來有一日佢話俾我聽，我啲錢冇晒咯。你唔信佢，你都唔會擺晒你所有嘅錢喺度啦，係咪啊？我只係信銀行，但係銀行搞到我而家咁樣，你叫我以後點樣信銀行咧？香港嘅銀行由04年開始銷售一批標榜100%保本嘅迷你債券。何小姐同吳先生都相信銀行，仲將所有積蓄投資迷你債券，到而家付之流水。根本就喺度呃市民，就係靠唔住，唔信得過嘅。大家講個信字嗰度，咁簡單嘅嘢，大家交易咁耐，係嘛？我同你咁熟，我會呃你啊？我本身唔會呃你噶嘛，係嘛？你哋簽咗佢，我即刻詳細解釋你聽。簽完之後都唔使解釋啊，咁樣啊。我都從來冇聽過雷曼兩個字，佢叫我做定期嗰時係從來冇提過雷曼兩個字。不過而家佢哋唔承認，我都冇去辦法。有158年歷史嘅雷曼兄弟，係美國第4大投資銀行。美國次按風暴爆發，雷曼兄弟受嚴重打擊。9月15日，美國政府放棄救援，雷曼兄弟成為美國史上最大金額嘅破產公司。之後，呢一班香港人先至如夢初醒，原來手上標榜100%保本嘅迷你債券，擔保人就係好陌生嘅雷曼兄弟。銀行咯，銀行話俾你聽，吳生，真係唔好意思啊，原來你嗰隻嘢係咁樣㗎，咁樣做咩咁樣啊？嗰隻嘢同乜嘢有關係㗎？我話咩有關係啊？由頭到尾你都冇講過。咁你係咪要坐喺度等佢答覆你啊？嗱，我請喺你門口度，你而家答覆我，有冇人答覆你啊？冇人出嚟答覆你㗎，根本呢個人都失控啊！精神啊各樣嘅非常之難支持。08年，香港多咗一班人叫做雷曼苦主。喺過去3個月，佢哋以遊行、靜坐等等嘅唔同方式，向政府、證監會、銀行公會、警方求助，仲成立大聯盟，向消委會同小額錢債審裁處集體索償。咁迷債有33000幾人嘅，我哋發覺50歲以上咧就一半以上嘅，65歲以上起碼30%嘅。趙女士都係退休人士，當初買迷你債券就係因為相信銀行。我就唔識投資，我翻到嚟咧啲錢咧就差唔多交晒俾我，當佢係一個神仙理財好叻嘅人，交晒俾佢管。佢譬如呢度咁樣，我話保唔保本，我睇到唔保本，我話唔保本嘅喎。佢話呢度咩100%，我都唔明，我直到而家都唔明解。喺任何時候金額100%，佢仲比匯豐高薪要好多。佢話匯豐死佢都未死。我睇電視睇見話雷曼西，我都唔知係乜嘢。打個電話同佢講笑，喂，唔關我事啊嘛。佢話好似碰晒釘咁喎，嚇到我就咩咁樣啦。咁我就隔咗2日就去揾佢。喂，我點解我啲會係雷曼嘅？咁佢話我都唔知雷曼會死嘅，150幾年歷史點會死啊？但係我兒女啲錢喺晒我手上又係咪啊？我搞到而家佢哋冇晒錢，個個都銀行銷售涉及雷曼嘅迷你債券，聲稱100%保本，同多隻香港大藍籌掛鈎，仲有比定期更高嘅利息。證監會話涉及雷曼嘅迷你債券總值就已經有127億。究竟乜嘢係迷你債券呢？簡
簡單嚟講，迷你債券就係雷曼買嘅保險，一旦掛鈎藍籌蝕本，甚至執笠，雷曼都可以得到賠償。雷曼要定期向迷債發行人交保險金，迷債發行人就會依呢份保單發行迷你債券賣俾散戶，收到嘅錢會用嚟再投資，投資利益加上雷曼交嘅保險金就會當利息派俾散戶。我個女再三提問佢有冇風險，佢話擔保你冇風險，3年唔係好長啊，7間大公司你唔使驚啊，執咗一間都係7.1%啫嘛，但係你每個月收息補翻啦。我就聽佢，我話好啊，是但啦，橫掂啲息都咁低，我咪做咗咯。陳老太要賺取更高利息，只會喺掛鈎藍籌業績好嘅時候出現，但係散戶要承受雙重風險。第一，散戶間接為雷曼嘅投資承保，當掛鈎藍籌出現問題，佢哋嘅錢就要當保險賠俾雷曼。第二，雷曼破產，散戶唔會有任何賠償，只可以收返變賣抵押品嘅錢。但喺金融海嘯之後，迷債嘅抵押品已經唔再值錢，散戶亦都因為咁樣血本無歸。後尾咧，有個阿伯遊行嗰陣時講：哎呀，同雷曼掛鈎嘅。我話死啦，阿女，點解我哋嗰啲定期會有雷曼嘅咧？跟住咧，我就問個女，個女話：係啊，媽咪，我知咗幾日啦，我唔敢同你講，因為你血壓高，我驚你出事。你唔能夠攞呢啲毒嘢嚟，為了攞你嘅 quota， 攞你嘅成績，攞你嘅養金，嚟我攞我去出賣。呢啲係我嘅血汗錢、棺材本嚟嘅。你可以後尾我知道，然後去揾佢。對唔住啊，陳老太，陳老太，你同我講對唔住有用咩？而家啲錢我去咗邊啊？平時多使1毫子，自己都唔捨得。苦主異口同聲話：當初銀行聲明呢啲係高息定期，完全冇向佢哋解釋迷你債券嘅複雜性同埋風險。佢哋認為咁複雜嘅產品唔應該由零售銀行賣俾散戶，甚至有苦主入稟法院控告銀行不良銷售。即係啲老人家、長者留筆錢去到呢個程度，而今時今日突然間俾人一鋪清袋，而喺大眾面前、喺電視面前，即係好唔介懷咁樣，其實好介懷㗎，唔係唔介，好介意，但係好無奈咁樣講出佢嘅故事。呢件事本身就令人好心酸嘅。發叔、發嬸都係退休人士，一直將錢放喺定期，直至05年得小3程度嘅發嬸被銀行游說投資迷你債券，到而家一無所有。最令人心酸嘅係發叔嘅損失係嚟自佢媽媽02年交通意外過身所得嘅賠償金。呢筆錢係我阿媽一條命嘅錢。那麼你話咧，以後你我點樣揾銀行？我好簡單一件事，實際唔定嘅，我肯定呢個陳生講我通血不過。而家變成我先生成日都發我脾氣，想爭人咯。我如果嚟頂佢，真係會俾佢爭死咗。呢個而家銀行係咁樣呃我呢個。我如果屋企真係有咩事，我就係辦銀行。你嗰陣時，如果唔係個，哎呀，呢啲保本啊，呢啲幾個銀行，你唔使驚嘅喎。呢啲一定會辦，你保本夠時間到啦，會
冇保本俾翻你。但我上成佢，我又唔識字，我講我又唔識，我呢個有咩風險？呢個冇，保證冇風險。佢係咁講，都係咁講。但我相信佢咯。我又唔識字，你佢就幫我圈誒呢啲人，呢個保本呢啲利息幾多就緊要咯。仲信唔信銀行啊？唔信，而家就話唔信喎，不信銀行。如果信我就唔會嗰啲嘢咯，信。而家好似土匪一樣。當金融機構信譽備受動搖嘅時候，點先至可以挽回市民嘅信心呢？信者係得救定係失？ 2008係大選年，立法會亦都出現咗好多新面孔，因為雷曼令到更多人認識甘乃威。我哋細個屋企人就教我哋呢，存錢入銀行，就係我哋積聚財富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我哋要學習嘅一個過程。咁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邊，我哋信賴嘅銀行，竟然我哋擺啲錢入去，會結果係得返個吉，係一無所有嘅話咧。呢個唔單止會完全破壞咗我哋香港人對銀行嘅信心，其實亦都會破壞咗其實我哋作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一個聲譽。你會睇到呢件事件可能喺個影響嘅層面係相當廣、相當深同埋相當闊。一個手機短訊令消失咗10幾年嘅銀行擠提畫面，08年再次喺香港出現。特區政府亦要將銀行存款保障加大至100%，以挽回市民嘅信心。一個展望前景嘅調查指出，08年香港係全球最樂觀嘅地方，但係踏入09年，香港人就變成最悲觀。67%受訪香港人對前景冇信心。金融海嘯引發一連串倫常慘劇，將香港人嘅情緒推向谷底。原來心情唔好真係傷身嘅。最簡單就係頭痛，你會頭好痛，成日都覺得頭痛啊。同埋咧，另外就係會令到你有時會啲內分泌失調，咁就失眠咯。啊，即係唔一定有影響㗎，唔可以話冇影響嘅。有啲即係影響到連去廁所啊咁都有問題嘅。作為醫生，李炳聰都受呢啲症狀困擾，因為喺08年佢都成為雷曼苦主。我諗住出年之後或者遲少少退休嘅，咁見銀行息口咁低，諗住債券有4厘息到，咁諗住都安全啦。即係基本上債券嘅定義就係，除非發債嗰間鋪頭執咗笠，你先攞唔翻嘅啫嘛。如果唔係，你一定攞得翻，仲要係100% 噶嘛。債券嘅定義係咁噶嘛。咁，我點知我唔係買咗債券啫？舉例，我去超級市場買支可樂咁我見到支可樂，俾完錢我就倒落口飲噶啦嘛。我唔會即刻望下邊間公司出嘅，係內容係咪我平時飲開嗰啲？哦，原來唔係啊！我唔會咁做噶嘛。咁我去銀行一樣，我對你銀行有信心，幫襯咗你譬如一段好長嘅時間。咁你話啊，我嚟買債券咁就好啊！呢隻債券好嘢啊咁我咪買咯。我以為真係債券嚟。金融界認為迷債爆煲禍及小市民，係因為銀行呢幾年銷售太多複雜嘅結構性產品。作為銀行咧，佢為咗業務上面嘅擴展咧，佢梗係推銷佢嘅產品啦。今日雷曼即係倒閉咗咧，係已經係事實啦。假設如果今日雷曼由頭到尾冇倒閉過嘅，大家唔覺得呢個範疇有問題嘅喎？因為冇出過事啊嘛，係咪？咁佢咧一定會推銷佢嘅產品。咁對一啲投資者嚟講，佢本身嚟講咧，對啲結構性產品佢唔係好了解，佢就靠推銷嗰個同佢講，可能推銷嗰位職員咧都唔係咁清楚。咁我就唔覺得咧買迷你債券嗰啲咧係屬於投機㗎，我覺得係投資者嚟㗎。因為事實上如果你投機嘅話咧，大把衍生工具嚟揀，因為佢哋嗰注錢咧3個字係唔輸得，係唔輸得嘅。佢只能容許咧一啲咧好穩陣。我今日買咗呢嚿產品，3個月後我要攞翻我嘅本金，就算你嘅利息少啲，我都唔緊要，最緊要個本金喺翻度。好啦，當佢哋覺得呢個產品係 OK， 或者係冇太了解而去做咗，而令到呢個產品突然之間係有事嘅話咧，嗰個打擊就大得好緊要，好緊要㗎啦。郭思治從事金融業37年。歷盡每次風浪，
佢話近年金融衍生產品越嚟越多，令香港人賭博投機心態越嚟越嚴重。我哋講翻咧過去咧股票咧嗰個即係投資咧，就普遍存有一個心態咧，就係我買咗，我揸段時期。等到佢嘅公司嘅盈利啊上升啦，業績好啦，股價亦都係上升嘅時間咧，喺某一點咧，我再回吐，或者甚至乎我係長線投資嘅。其實咧個市場嗰個模式咧係轉咗㗎啦。好啦，咁啊金融市場係不斷發展㗎啦，到後期開始有啲衍生工具咯。最早期啊梗係期指啦，咁大家都有去參與啦。到後期有認股證啦，有備對證啦，甚至乎而家發展到咧有牛熊證啦。咁個區別喺邊度咧？人咧其實嚟講咧就好得意㗎。當你係冇得太多選擇嘅時間咧，你係傾向於一啲咧，我資金擺喺度，話我收3厘息，我買股票咧我有6厘喎。但係你買備對證嘅槓桿咧，可以放大好多倍㗎嘛。即係話我以1萬蚊嘅投資咧，如果我睇啱咗咧，我可以等於咧係揸咗10萬、20萬嘅股票嘅。咁當然之承擔嘅風險都係大咗㗎啦。好啦，經過呢啲咁嘅產品嘅買同埋咧嘗試過甜頭之後咧，就發覺咧，哇！原來呢個係一個大寶藏嚟㗎。我參與呢個遊戲咧，可以以小博大，刀仔就鋸大樹。所以參與者咧就越嚟越重啦，就漸漸咧由一個投資嘅心態咧，去到一個投機啦。當你去到呢個投機嘅層面嘅時候咧，你望唔翻轉頭㗎啦。禍根深重，各國金融機構又可以點樣拆解今次嘅危機呢？研究呢啲美國嘅最叻嘅呢啲咁嘅金融產品嗰啲咧，係全世界最頂尖嘅金融人才去研究出嚟㗎。咁將來要歷史以後咧，要一啲更加叻嘅人去拆呢個彈先得。咁到而家為止係冇㗎。2009係香港人重建信心嘅一年，受過金融海嘯洗禮，香港嘅新一代又吸收到啲咩教訓呢？08年初，香港就有一班大學生擊敗其他國家嘅對手，拎到世界投資分析比賽總冠軍。呢間大學平時係以真金白銀去訓練學生投資，整個基金由校友捐贈。呢班同學就集體負責管理同埋投資。佢哋只可以買賣恒指成分股，而且每次落盤都要得到教授批核。同學唔可以直接咁接觸到啲錢。就俾個同學可以透過呢一個以真錢形式到投資呢一個嘅實例裏邊嚟講咧，學校真正管理錢財嗰個重要，同埋點樣學習到咧，做一個負責任嘅嘅投資員嚟到分析員嚟到嗰個嘅做法啦。呢班同學都諗住畢業後加入銀行同埋證券行，但係而家已經受緊金融海嘯影響。呢件事係影響咗我哋將來嘅就業情況啦。其實成個經濟環境都好有影響啦。咁我哋都就嚟畢業，咁其實都準備去揾工，咁都會感覺到揾工係比較困難嘅。始終同學入呢個行業嘅時候咧，就要留意翻嗰個職業操守啦，或者行業裏邊應有嗰啲咁嘅 professional ethics 啦。咁呢邊係重要嘅一樣嘢，就係話唔係單單就係因為為咗好盡快揾到啲咁嘅client 又好啊，或者一啲咁嘅bonus 又好啊，而去錯失咗一啲應該做好自己本分嘅工作咯。從金融海嘯，佢哋學到啲咩呢？由呢次金融海嘯睇到，其實錢你一冇咗，咁你剩翻有啲就一定係精神上嘅支持咯。人始終係貪心嘅，而呢個貪心亦都會去導致呢個 system 咧係被破壞咁樣嘅。所以我覺得我都會仍然對一個有信心，但係都會覺得你都會相信呢個都會再循證咁再改善嘅。回望08，展望09，香港金融業可唔可以重返正軌？香港人又可唔可以重拾信心呢？我諗08年嚟講，對於我嚟講咧，就係好特別一年啦。咁原因就係好多嘢諗住冇可能發生嘅事，都喺今年裏面發生咗。咁但係長遠嚟講嘅時候，呢個經濟嘅發展冇可能話冇金融嗰個行業嘅輔助嘅。咁我諗相信未來日子裏邊嘅時候咧，係終會有一日係見到好嘅地方嘅。經過呢個08年嘅風暴，可能09年都仲有啲反覆啊。但係我可以咁講，外邊跌得深咧，香港會跌得相對比較少啲。但係外邊稍為穩定咧，香港會行頭會好定先㗎啦，因為始終係一個福地嚟嘅。其實我哋過去香港人都係唔係淨係靠政府嘅，我哋香港人好多時都係靠我哋自己繼續
辛勤嘅工作。所以喺今次嘅事件上面，我相信我哋係上咗一個好昂貴同埋好寶貴嘅一課。我相信我哋會繼續走得更好，走得更快，走得更前。